乘客請注意，將軍澳線列車服務暫停，觀塘線列車服務維持正常。前往港島線嘅乘客請於觀塘線2號月台經旺角或東鐵線九龍塘站轉車。前往將軍澳線調景嶺至寶林或康城各個車站嘅乘客請於觀塘線1號月台上車。港鐵已於調景嶺車站安排便服自閉巴士，不便之處敬請原諒。免費接駁巴士來往將軍澳和康城，來往寶林站和康城站，沿途同香島站、將軍澳站同調景嶺站，由尖東站直達將軍澳站。需要過海嘅乘客請考慮使用東鐵線、荃灣線及東涌線。你可以考慮使用其他港鐵線路或其他交通工具。請於 MTR Mobile 內嘅 Travel News 尋找替代路線。有進一步嘅消息，不便之處敬請原諒。直達將軍澳站，需要過海嘅乘客請考慮使用東鐵線、荃灣線及東涌線。你可以考慮使用其他港鐵線路或其他交通工具。請於 MTR Mobile 內嘅 Travel News 尋找替代路線。有進一步嘅消息，我哋會盡快通知大家。多謝你嘅體諒。This is a train service update. Train service on Churn 109 line.乘客請注意，將軍澳線列車服務暫停，觀塘線列車服務維持正常。前往港島線嘅乘客請於觀塘線2號月台經旺角或東鐵線九龍塘站轉車。前往將軍澳線調景嶺至寶林或康城各個車站嘅乘客請於觀塘線1號月台上車。港鐵已於調景嶺車站安排便服自閉巴士，不便之處敬請原諒。呢個係最新嘅車務狀況。由於北角至調景嶺站之間